以前嗰個年代仲慘啦，又唔見咁多心理創傷。其實會唔會我哋呢一代嘅心理創傷，某一部分就係由上一代傳承落嚟嘅咧？隔代創傷又稱代際創傷，係指上一代又或者係祖輩經歷咗重大嘅創傷、苦難或者暴力，冇被妥善消化同埋處理，透過家庭教育、日常行為，甚至係基因表徵傳咗俾下一代，令到未曾經歷過呢一種痛苦嘅小朋友，反而都承受咗呢一種焦慮同埋不安。例如一個經歷過戰亂又或者係貧窮嘅家庭，可能會特別怕浪費、怕失去，總係提醒下一代要儲錢、要穩定，甚至唔可以食剩嘢。咁下一代就可能會經歷明明自己嘅生活冇問題，但係就成日都覺得唔安全。又例如有一啲家庭上一代已經習慣咗忍耐，覺得感受呢啲嘢唔使講啦，捱咗咪算咯。咁下一代就可能亦都會學到我嘅感受係唔重要，唔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如果我哋將呢一啲嘅影響只直接同自己掛鈎，將佢哋睇做係上一代唔愛我哋，又或者係我哋唔值得被愛嘅證明，咁呢一啲嘅傷害同埋影響其實係未必可以停落去。但係如果我哋將呢一啲嘅模式睇做佢哋只係將自己生存落嚟嘅方法傳咗俾下一代，咁我哋就可以開始落下一步，尋找更加適合自己或者係下一代嘅生存方式。療癒其實唔一定係要責怪上一代，有陣時候療癒嘅意思係理解佢哋點解會變成咁樣，同時選擇停止喺自己身上邊繼續發生嘅傷害。我哋係唔一定要否定過去，先至可以創造到一個唔同嘅未來。